好，跟住29啦，咁佢就俾咗一個 distribution 一個分佈你啦，OK，咁佢就問你 X 有幾多個可能性，令到 interquartile range 係2.5啊，OK，係啦。咁我自己做呢啲題目嘅時候咧，我比較中意嘅就係真係列舉翻嗰啲 data 出嚟嘅，OK，係啊，係有少少嘥時間嘅，OK，係啦，咁但係，好處係清楚咯，OK，咁佢有10個3嘅，咁好快啫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OK，咁唔知幾多個4啦，OK，係啦，咁又係咁以着量，OK，跟住就6個9，唔係9個6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OK。咁其實你要留意翻呢一個 interquartile range 係2.5嘅時候咧，因為佢係0.5，咁即係話啦，其實佢係要求點先做到2.5咧？咁就係 Q1 同埋 Q3一個要係整數，另外一個要係點數。咁點先做到點數嘅 Q1、Q3咧？咁就係你嗰條界，OK，咁樣斬中喺 let's say 呢啲位或者呢啲位咁樣。咁但係又唔可以 Q1 喺呢度，Q3喺呢度喎，又唔得喎。因為如果咁樣嘅時候，咁咪點五減點五又唔係一個點五嚟嘅咯喎。OK，係啦。咁好，我哋諗諗啦。嗱，如果咁啱，我哋 Q1 擺呢，Q3 擺呢度，咁即係話其實你每一楷嘅 data 數量就係9粒。OK，咁即係話你要 Q1 相對地就會喺呢度噶。OK，咁我哋就要諗下究竟呢種情況底下係唔係做到個 interquartile range 2.5先？OK，咁因為 Q3 係5.5，而 Q1 係3，佢介乎喺第9個3同埋第10個3中間嘛。咁呢種情況係做到2.5嘅喎。OK，係啦。咁但係問題就係中間有幾多粒嘢咧？咁樣樣。嗱，咁首先因為佢係每一楷係9粒啊嘛。OK，咁即係中間係18粒嘅話，咁呢度9粒，呢度9粒係可以啦。咁即係話原來總數係12加9，即係21加 X。原來21加 X 係等於幾多啊？36。OK，係可以做到呢個效果嘅。OK，可以做到 interquartile range 2.5呢個效果嘅。OK，好啦，咁我哋跟住再諗諗啦。我哋跟住再諗諗嘅就係咁我哋再加啲 data 落去會發生啲咩事咧？例如我哋加多一粒 data 喺中間，OK，係啦，即係你個 X 再加大少少，OK，加多一粒。OK，咁攝多一粒嘅時候，其實咪會將你個 median 由呢度9粒，呢度9粒嘅中間位有條罅，變成呢度真係有粒4或者有粒5喺度咯。OK，咁係唔影響個 Q1、Q3 噶嘛，唔會褪走咗 Q1、Q3 噶嘛。咁所以啦，即係話21加 X 等於37都得嘅咯喎。OK。好啦，咁我哋再諗下38又得唔得咯喎？OK，係啦，咁其實唔使諗好多個 case 啫，有啲同學仔可能會驚喎，咁我咪有排諗咯。喂，佢俾得你嘅得0、1、2、3啫，啱唔啱先？OK，係啦，咁樣樣。咁然之後我哋再諗下，咁如果係38咧，如果38嘅話咧，38除4就剩2粒，咁就即係呢度 Q1 會係1粒 data，Q3 會1粒 data，跟住另外呢度有9粒，呢度有18粒。呢度都有9粒，OK，咁即係咦咁到時因為呢9粒都係6嚟噶嘛，咁所以到時就呢個位置會係5嘅咯噃，係咪？OK，咁5嘅時候咧，咁就5，咁你呢度睇下先，呢度都係3嚟，呢個第10粒 data 嚟嘅，都係3嚟嘅，即係呢度有9個3啊，咁第10粒都係3嚟噶嘛。OK，係啦，咁到時個 interquartile range 就已經變咗係2啦，3減5咯，係2，咁就唔再係2.5，咁即係38都冇可能。OK，咁即係淨係得呢兩種 case 咯。OK，嗱，再嚟多次啊。OK，第一種 case 係9粒、9粒、9粒、9粒，咁個Q1、Q3就喺呢兩個位置。OK，咁呢個係3嚟嘅，呢個係5同6中間嚟嘅，咁樣樣。OK，第二種情況就係9粒。9粒，一粒係 median，9粒9粒，OK，咁都係呢種 case，都係呢個係3，都係呢個係5同6中間，係啦，咁所以分別係36同埋37呢兩種 case 係個總數啊，OK，係啦，咁所以其實 X 有兩種可能性嘅，就係15同埋16，OK，咁佢問你有幾多個可能性啫，OK，咁所以其實你可以唔使計埋 X 係幾多嘅，OK，總之我哋最尾個答案咧就係 C。